我係 Jeremy Spence， 係 Manage Engine 做企業分析師。今日就由我哋做你哋嘅主持。今日呢個訪談你一定要專心聽，因為我哋請咗嘅嘉賓係一個曾經喺網絡戰爭兩邊都打過嘅人。我哋今日嘅嘉賓對網絡犯罪世界兩邊都好熟悉。咁細個嗰陣曾經入侵過澳洲其中一間大銀行，而家佢已經成為全國最受信任嘅網絡安全專家之一，幫唔同頂尖機構保護佢哋嘅系統，對抗各種威脅。佢以前就係喺嗰度揾到漏洞。Bastian Triptel 係 Control Cyber 嘅聯合創辦人。呢間公司喺2021年被收購之前，市值已經超過1億美金。喺最新嘅創業項目 Ironclad ID， 專注解決而家企業面對最迫切嘅挑戰之一——社交工程同身份認證漏洞。佢亦都係 Cyber Hacker Podcast 嘅主持人，以快節奏、令人眼界大開嘅主題演講聞名，深入剖析黑客嘅思維模式，為你提供喺當今數字世界中保障安全嘅清晰策略。百事大案啦，我哋非常之高興你能夠嚟參加節目，歡迎。多謝你傑利，好高興能代表 Manage Engine 發言，並同大家交流，係啲有見地嘅觀點啊！極好嘅，好，俾我哋從一啲真正能夠你脫穎而出嘅嘢開始吧。正如我哋提過，你曾經嘅網絡戰場兩面都打過，呢個俾咗你一個好獨特嘅視角。當然啦，我哋開場白都講過，你曾經入侵過一間大型銀行，亦都創辦咗一間市值超過1億美金嘅網絡公司。佢作為一個前道德黑客，你而家仲會即刻留意到啲咩嘢？而大部分企業就完全忽略咗呢啲嘅事。咁我覺得而家好多企業入邊其實都存在住好多唔同嘅混亂，特別係嚟自打齊所有價，花晒啱嘅錢，冇晒啱嘅認證，跟足政府風險同合規流程，佢哋就覺得安全冇問題。但係咁，我哋呢啲對抗性世界嚟講，我哋依然可以100%入侵每一間機構。而家我哋係收錢以道德方式去做呢啲嘅，所以其實我覺得犯罪分子嘅做法同思維呢，係同董事會以為可以防止罪犯入侵嘅方法有啲唔對口。老實講，要完全防禦所有攻擊，其實好難。不如轉個話題，睇下攻擊者點行事。而家唔止係靠暴力破解，係咪？其實唔係啊，如果你去諗下，而家已經出咗咁多份報告，社交工程而家扮演住好大角色， AI 都一樣。某程度上我哋都算幸運，因為黑客依然靠傳統手法都賺到咁多錢。因為如果佢哋真係轉用晒手頭上所有新武器嘅攻擊，我覺得好多公司啊，其實都未準備好。例如我哋而家講緊組合式攻擊，例如你收到一個電話，個聲音同你預期嗰個人一模一樣，話你即將會收到一封電郵，咁你就會放低戒心，電話又冇，電郵又冇，呢啲組合式攻擊真係好關鍵。至於數據處理技術，就好似我哋而家喺房入邊，後面有窗，已經有好多勁正嘅科技，我哋可以監控，可以睇到 HDMI 線嘅信號，佢都得。攻擊者而家嘅工具相比以前更加大啊，更加多花款啦。多謝你嘅見解 ，Bastian。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嘅一啲真實世界入邊分幾個階段發生嘅資料外泄事件，即係每一步睇落都好安全，直到最後出事嗰啲？好啊，不如我哋講下最近喺倫敦發生嘅 Mark Spencer 攻擊事件。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聰明嘅攻擊，係咪先？大家都聽過傳統嗰啲打電話扮 IT 支援嗰啲招數啦，為你要俾你嘅密碼。我最欣賞就係據黑客今次調翻轉嚟玩，咁佢話我哋其實係用戶嚟嘅，然後打電話俾 IT 支援團隊，而呢班人可能接受過最多網絡安全訓練，結果佢哋成功呃到 IT 團隊係到敏感資料，已經足夠令攻擊者經 IT 部門入到公司網絡。所以係啦，我都要向佢哋致敬。黑客真係幾有創意，佢哋用 deep fake 反轉劇本，用唔同工具嚟嘅，有好多好勁嘅開源項目，本來係為做好事而設，但都可以俾黑客利用。Reddit 嗰啲地方或者暗網呢，簡直就係孵化呢啲主義嘅溫床。舉個例，好似 Marks and Spencer 咁，佢真係俾人搞到幾慘。其實唔係幾慘，係好慘先啱。有時我都會有啲興奮，雖然我以前係壞人，而家變好人，
但係有啲攻擊真係不得不佩服。Marks and Spencer 嗰次攻擊有咩警號本來應該要留意，但係被忽略咗？係啊，絕對係，即係話我哋叫做入侵指標。我而家就係想佢哋，我買咗 Citro Cyber 之後嘅新目標咧，就係要提高大家嘅警覺，而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入侵指標。呢樣嘢對生意領袖嚟講真係幾煩咯。人類喺網絡安全方面真係唔掂，我都唔想咁講，但係事實就係咁。你可以有你系統嘅用戶或者成員，佢哋就算做晒全世界所有網絡安全訓練，都仲會出錯。但係今次 Marks and Spencer 呢單嘢最大嘅入侵指標就係佢哋嘅驗證最終用戶，佢哋淨係假設嗰個係用戶想入網絡啦，仲幫手促成咗成個過程。佢首先任何機構，我唔想講人壞話，我覺得我哋需要一個文化轉變，唔單止係澳洲。全球都係當一間機構犯錯嘅時候，我哋唔應該鬧人或者指責，我哋應該好似見到水災或者火災咁，社區會一齊出嚟幫手。我好想好似 Marks and Spencer 咁，等其他機構話搞掂㗎喇，要唔要幫手，而唔係問點解佢哋咁做。指標係應驗證用戶身份，最少確保僱員工資料庫。如果喺入邊好似今次嘅，佢哋答到基本問題，但黑客就未必答到深入問題。雖然唔好意思，我又講多啲嘅，不過我意思係而家 AI 有能力對人做深入研究，而家呢個年代可能佢哋真係對最終用戶有幾深入嘅了解。唔該你咁講，你啱啱嘅上條問題都講咗少少，但係有一啲最近嘅攻擊手法，聽落去好似好難以置信，但其實真係好有效。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啲其他。佢真係估唔到，原來呢度仲有咁多唔同嘅嘢喺度啊！以前做數據同埋信號處理要好耐，但係多得 AI，依家唔同晒。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好冇？好似 HDMI 線咁，係你部電腦駁去你部 PC。咁而家你可以用軟件去揾無線電同埋 AI 同數據信號處理，你甚至可以喺一個完全冇連接嘅系統度嚟到熒幕上面顯示緊嘅畫面。我哋仲可以偷聽房入邊嘅人講嘅，基本上你想撈咩都睇到。我哋之前幫過一間武器製造商做過一個項目，佢哋發現我哋可以喺大廈外邊睇到佢嘅電腦咁多資料，真係嚇親晒。所以佢哋而家冇辦法要幫成棟大廈同所有電線做射頻屏蔽，所以網絡安全就係一個永無止境嘅問題。而家外邊一定有啲細路或者其他人緊喺度攞緊嘅，喺下一個攻擊手法。你根本唔可能預計到下一步會發生咩事，特別係而家有 AI，而家仲有好多前沿科學同科技嘅前面等緊我哋咧。量子電腦方面咧，好似中國政府早排就話佢哋已經有部可以破解256位 SHA 演算法嘅量子電腦，聽到都覺得驚。BlackRock 咧都話呢啲會搞到加密貨幣嘅運行，其實咁樣會搞到所有嘢都冇運行，唔止加密貨幣。連傳統銀行都會出事，所以其實唔係淨係針對加密貨幣，係有好多真係好有創意嘅新嘅出現緊。你只要上 GitHub 行一圈就知，你睇到咗任何項目咧，依家都有人用 AI 去做緊。而家我覺得成個形勢真係完全唔同晒，黑客嗰一方明顯比起防守嘅藍隊更加佔有絕對嘅優勢。我哋真係留意到其中一個趨勢就係佢，無論預算幾大都好。就算有齊全世界所有工具同資源，企業到關鍵時刻都仲係會被突襲。咁如果我可以問下你，有啲咩漏洞係淨係用錢都補唔到？你覺得佢資金充足嘅公司失敗嘅地方喺邊度？唔一定係因為佢工具，而係心態上有問題。好問題，我成日都講啦，社交工程咧呢樣嘢咧睇得幫人類打補丁。我覺得好多董事會都未真正明白佢哋喺人力資源部門嘅一次攻擊入邊會帶嚟幾大風險。如果你睇下嘅報告咧，大約有90%澳洲公司被入侵，成功都涉及社交工程。而家我哋都仲未有一個好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我覺得有解決方法，不過我唔想自我推銷，但係我新開嘅公司就正正係做緊呢樣嘢。佢係將人同 AI 配合，因為人有時喺電郵會覺得冇問題。但係 AI 就可以放大角度睇埋其他嘅，好似以毫秒計嘅反應時間咁。
佢可以俾你一個好清晰嘅判斷，究竟嗰封係咪釣魚電郵或者係咪 deepfake， 無論係咩都好，有好多入侵指標都要留意嘅。而 AI 就可以做到呢啲嘢，但係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都係社交工程，同埋我嘅人類其實幾咁容易，特別係用啱啱講過嗰啲組合式攻擊。如果攻擊者知道你隻寵物叫咩名，你嘅小朋友去邊間學校，你住咩郵區，呢啲全部 AI 都可以揾到你嘅資料。仲有一個幾有趣嘅小知識，你可能會我已經鎖咗自己嘅社交媒體賬戶啦，你甚至可能同你公司講過呢樣嘢。你喺社交媒體賬戶其實風險唔高，但係網上有好多10幾20年前嘅網頁備份，你都可以揾到一份嘅嘢。你可以攞翻啲舊相，揾下啲人住邊度。如果佢哋喺搬個屋相片入邊嘅地理標籤，就等於我哋而家知道你高層團隊住邊或者目標人物住邊。所以社交工程帶嚟嘅威脅其實未有好好解決，因為我覺得而家仲未有足夠嘅方案去應對，可能直到而家先開始有啲改變啦。但係我會話呢個係最大嘅風險點，因為我哋喺科技方面已經開始做得幾好。但係而家新嘅入侵方法就係針對組織入邊嘅人，利用佢哋去做嘅惡意嘅事，好似開客啦、賺錢啊嘅數據同埋產權啊、資投標資料都得啦。你公司有人做到呢啲呢，就係我哋嘅目標。咁我哋不如講下佢錢都未必解決到嘅漏洞。你覺得其實邊度先係問題所在？有啲資金充足啦、資源豐富嘅公司失敗咧，其實唔一定係因為資源唔夠啦，而係因為社交工程即係攻擊人性咧，其實都幾普遍。而問題係董事局未必完全意識到呢樣嘢。另一個問題係你講得啱，無論你點樣提升意識，其實都唔係話有幾大分別，而且都係提升意識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啦。我覺得好嘅做法係用獎勵多過懲罰。我見過有啲好勁嘅公司會咁做。咁譬如如果大家喺釣魚電郵嘅點擊率夠低，全公司一齊去飲嘅，或者大公司可能會有海外旅行之類嘅獎勵，甚至有啲會去外國旅行或者其他獎賞。至於懲罰嗰邊呢，就係例如會鎖你出網絡，你要去做50個鐘頭嘅培訓，如果唔做呢，就會有正式警告。但係講真，大家都未夠認真對待呢件事。你講得啱，咁試卷上面確實有呢個問題。我哋做嘅一切都正確無誤，我哋按照所有步驟操作咗，我哋仍然不斷遭受攻擊。我認為答案係將人類同人工智能結合起嚟，因此人工智能可以縮細電子郵件嘅範圍，可以縮細深度偽造嘅內容嘅範圍，並通知人類，呢個好可能係一封釣魚郵件，或者呢個係一個騙局。因為人類啊，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係咪？我見過最成功嘅釣魚電郵無疑之一，就係嗰個員工花紅咗嗰個內容，就係話聖誕節前我哋轉咗去一個好正嘅新員工福利計劃，你要登入呢個平台，記住要喺呢個日期之前搞掂，如果唔係你就係資格喺今年嘅花紅計劃。全部人都即刻緊張晒，有成7成5嘅人會點擊輸入自己嘅賬號密碼，但係 AI 就會即刻識穿呢啲嘢。因此咧，董事局現時咧處境唔錯，因為首次有工具幫手應對社交工程攻擊，但係咧佢仲好新，呢個真係幾難接受噶。其實呢種模式真係好常見啦。我哋而家見到越嚟越多人有一種錯誤嘅安全感，好似你頭先講嘅。依家呢個年代，大家都接受咗好多訓練，同埋有好多安全意識，你都提過。但係有啲一個工具或者一種方法，會帶嚟太多錯誤嘅安全感，甚至比其他工具都嚴重。我唔覺得係一個工具嘅問題，即係話其實而家有好多好勁嘅科技，當中好多都係 AI 驅動嘅。而家你有終端偵測 XDR、SIEM、USM 全部一齊合作，真係去分析數據同揾出威脅。但問題係，當你用新嘅方式去睇，其實未必真係有咩明顯嘅入侵指標。如果你只係做緊日常工作嘅話，而你嘅工作咧可能係幫公司引入新嘅第三方供應商，而我作為一個黑客咧，就整10間完全假嘅公司，跟足所有正確程序，最後都成功入咗你公司嘅供應鏈。其實我甚至可以有啲產品或者服務賣俾你，有邊啲指標？
呢太難啦。所以問題出喺文化上面，我並唔係想睇低佢。伙計們，消防員真了唔起，係世上最難工作之一。研究表明，佢哋僅承擔約21%嘅工作量。因為 IT 人員負責從電話到車庫門嘅所有 IT 支持、補丁同埋升級，呢個角色真係好重要。所以所有 IT 同事，我真係好明白你哋咁辛苦。但係佢哋成日會向董事會報告話，依家我哋有啲嘅工具，啲客要入侵會好困難。即係你睇下個廣告牌，成層層嘅安全措施，防詐騙保護，話自己可以防啲客。我覺得而家啲人真係可以話完全防到啲客，所以我哋要提高大家嘅意識。即係譬如而家有啲銀行，佢哋運作時都會假設自己環境入邊一定有惡意分子存在。一旦有啲呢個心態咧，董事會就會有多啲有用嘅資訊可以揾到嘅入侵嘅跡象，可用 AI 加強應對。如第三方設置之後，即留意有冇異常行為，但係此工作棘手，切勿放鬆。因現時形勢利於黑客而非防禦者。我哋已經討論過啦，將人類洞察力同埋機器邏輯結合起嚟，尋找嗰啲妥協嘅跡象係非常強大嘅。但係顯然呢隻有喺正確嘅時間將正確嘅數據輸入系統時先至有效。咁你認為企業經常會忽略邊一種特定類型嘅信號？係啊，即係我意思係，我唔覺得呢樣嘢係被忽視，我只係覺得而家佢哋未有方法去接收嗰啲數據。咁我同你講個好有爭議性嘅例子，如果一切由我話事，聽眾可能唔會鍾意我哋講，就係閱讀 SMS 同埋聽電話，特別係商業電話，尤其係對於喺機構入邊有特權地位嘅用戶，因為你可以設置一個人工智能喺個上下文視窗可以好細，但係對於咩係適合咩係唔適合喺機構入邊發生，咁可以有好大嘅理解能力，嗰啲數據會好有價值。想象下你部電話開始震，然後你喺公司入邊學到 AI 已經察覺到你而家喺度進行一個有風險嘅對話。有冇例子係有人為咗攞到你嘅雙重認證碼，會出高價錢去收買你？而家呢啲嘅通常係以電郵形式出現，但係而家嘅任何系統可以擁有上下文理解能力去讀呢啲電郵。咁佢而家只係揾咗可疑連結啦、網域啦或者其他可疑嘅。如果你可以睇到嗰啲數據，我覺得你就有好大機會令大部分黑客都好難入侵公司。而我覺得我哋就係要去到呢個地步。不知不覺已經睇到節目嘅尾聲，我想喺度總結一下，順便提供一啲寶貴嘅建議俾各位正喺度收聽緊嘅領袖。假如你而家同一位 CXO 傾偈，佢想測試自己公司嘅防禦能力，有冇一個紅隊模擬或者簡單測試可以下個禮拜就做？我唔會建議一開始就直接做滲透測試之類嘅深入嘅嘢。紅隊演練呢個主意唔錯啊，其實做呢啲都係好事，但係我覺得首先你要確保基本功做得好先。喺澳洲唔係想話人，但係有冇機構依家先至開始實施多重認證？咁有啲仲用緊 SMS 嘅做多重認證工具。如果你睇過我網上嘅資料呢，其實佢 SMS 都幾容易。我會先做好基本嘅，之後我會採取一個方法，因為外邊有咁多威脅。你根本唔可能全部都了解晒，你都唔知聽日會有咩新嘅出現。首先你要明白咩對你公司最重要，係你嘅人，定係你嘅數據啊，定係你嘅存取權限啊，定係其他對你機構嚟講重要嚟嘅。然後圍繞住嗰啲加強防護，目標係唔可以只靠單一防護被突破，然後攞到你嘅資源。當你做好管治風險同埋合規，所有嘢搞掂後，就建議轉做監控。你要能夠收集晒所有數據，仲要有啲實用嘅方法去吸收同分析嘅。可能係用 AI， 可能係安全運作中心或者係風險運作中心。一旦你可以真正冇快手行動，例如有攻擊者入侵，你即刻知道發生咩事。你喺董事局係有風險承受能力嘅。如果你公司突然間發現其中一個防火牆或者交換機或者保護你環境嘅某個控制出現漏洞，而你嘅風險水平一下子超出咗舒適範圍，對於董事局嚟講，佢哋係需要知道呢啲情況。咁呢啲就係而家一間敏捷嘅機構必須要做到嘅嘢。當你去到嗰個水平，佢就可以開始做紅隊演練啦。我覺得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真係
去測試社交工程，所以你要做晒所有釣魚電郵活動，甚至揾人入去你公司大樓，你會好驚訝。其實有幾多機構，你只要着住高可見度背心，拎住張梯就可以直行入正門。墨爾本有個出名嘅棟篤笑藝人，我記得佢就真係冇做過。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有效嘅攻擊手法。而家我哋喺澳洲都見到有啲國家支持嘅黑客呢，真係冇做呢啲類型嘅攻擊。咁所以我會建議要覆蓋埋社交工程呢一環。跟住係啦，你都要對你嘅技術層面，例如網站或者外圍做滲透測試。而家成件事好似倒轉咗嘅，咁我差唔多會將呢個步驟擺到最後啦。確保嘅遺漏，你唔應該一年只做一次滲透測試，你應該持續咁監察你嘅外圍有啲漏洞。最後嘢，我哋稍為拉遠鏡頭，我哋都喺度關注顯而易見嘅風險，但係總會有新鮮刺激嘅事情發生。或許令人興奮之處並唔在於此。唔一定非得列入董事會嘅議程，但係應該列入。係啊，即係我認為我哋將睇到更複雜嘅黑客攻擊浪潮席捲而嚟，而可怕嘅係，我覺得並冇幾多。例如，如果你揾一個好似我哋啲人呢，而我唯一嘅目標就係入侵一間機構，我一定會入到去。呢樣嘢真係幾恐怖，所以我哋要改善呢個情況。所以話即係想揾出一個最主要嘅風險，真係好難。我覺得澳洲好快就會面對一個大風險，就係商業電郵詐騙，仲要加埋 AI 元素。而家暗網上有咗幾有趣嘅項目，佢哋會做傳統嘅商業電郵詐騙，但係而家嘅系統會完全明白你公司做緊咩，之後佢仲可以即時做咗聰明㗎，好似即刻改銀行賬戶資料嘅。例如你可以發封電郵問呢個銀行賬戶資料啱唔啱 ，AI 知道你問緊咩。佢會即刻換翻做真嘅資料，再發翻出去。佢最終用戶個畫面上，佢最終用戶個又再變咗。所以呢啲咁嘅攻擊方式，你知啦，你哋應付賬款部門而家根本頂唔住。咁所以我哋差唔多要睇下其他流程，好似打電話確認或者用 AI 去查證呢個資料嘅。即係話我而家都係向澳洲發出挑戰咧，叫晒所有做研發嘅人出嚟，所有開發人員都要設計系統去解決呢啲問題，因為我哋好快就真係需要用到。真係好多謝你今日嚟到，佢坦白嘅分享，仲俾咗我哋嘅聽眾唔只有認知，仲有啲實際可以帶翻去自己公司做嘅行動方案。